來看這食毒賽車是引起真濟社會問題。南投地檢署最近是針對兩件食毒賽車的案件，甲法院來申請有風險羈押。這法院呢，攏有裁准。面對這不時傳出來食毒賽車的案件，警方是強調講會繼續來追查，維護交通甲社會安全。南投縣德山鎮120半暝點外，這台白色轎車先佇德山警察分局附近弄佇路邊的車輛停一路中，然後佫向前駛，衝去弄路邊的電火條啊，卡停落來。警方發現駕駛細心，反應怪怪，一車頂測出毒品，警方依法送檢方偵辦。你在水咩？來在地上。啊，來在地上。清的啦。清的。你這是煙彈啊？對啊。盤查過程中，發現駕駛人精神恍惚，反應異常，並於車內及其身上查獲依托米酯分裝罐、煙彈等證物。經唾液檢驗，甲基安非他命呈陽性反應。另外，草屯某一個姓謝民眾騎機車予警察臨檢，做喙爛快胎，出現毒品反應的陽性，當場予警方抓去。雖然無出車禍，不過依法送辦了後，檢方也是申請有風險的羈押。南投地檢強力打擊毒駕，在這個月6號，針對兩位使用依托米酯煙彈的駕駛，一定向法院申請收押，法院嘛一定攏同意收押入看守所。食毒騎車賽車的案例直傳出來，嘛引起民怨。南投檢方依照公共危險罪，嘛認為這兩個食毒的毒販有毒駕的高風險，所以向法院申請有風險的羈押。法院嘛裁准，警方嘛強調，為着維護交通安全和社會治安，會繼續加強抓毒駕。記者陳秀南投報道。